因為主要移民路徑咧都係得呢兩隻嘅啫。咁但係香港人嘅話，如果你個職業根本就冇喺個 occupation list 嗰度嘅，唔緊要，第三條路你可以再去申請一個讀書簽證，然後你去讀一個課程，令到你唔止你可以增值啦嚇，咁你即係澳洲真冇乜話咩增值咩學歷高呢啲，即係冇呢種講法。但係你讀2年書，你先至可以攞到畢業生簽證，咁樣你先至可以行到 Hong Kong Pass 去移民嘅啫嘛。啱啱講一講都覺得有啲尷尬，因為讀書又增值，差少少瞬間移動咗翻香港。Anyway， 其實比較簡單咧。如果你係行僱主擔保就最容易，因為喺澳洲嘅話，你有 working holiday， 你有 work right 呢件事咧，就根本唔需要諗太多關於打唔打分呢樣嘢。如果你香港本身有技術，咁你過嚟呢度揾翻一模一樣嘅工，咁你睇睇有冇得擔保到啦。例如有啲可能做寵物美容啊，或者係做護士啊，咁呢度你睇睇揾唔揾得翻咯。揾得翻嘅，你又有牌嘅，咁你咪好簡單，你 confirm 咗個牌，咁你咪開始喺度做，咁做下醫院啊或者診所，覺得喂做得好好喎，喂可唔可以做耐啲？唔得喎，working holiday 喎，我要夠鐘我去農場打工搏2000喎，人哋咪話咁啊，我幫你轉僱主擔保得唔得啊？咁你咪擔保做咯。咁但係有啲職業其實打分表係好啲嘅。